話用1年讀聖經。好靚喎！你睇你個小朋友，佢喺度扮識你又喺度做緊咩啊？你係咪大人嚟嘅咩？搶小朋友啲嚟玩，搶小朋友啲。喺度瞓陣啦，拜拜。一齊嚟同我哋跟住讀，每日讀，一齊學習神嘅話語。創世紀第1章。起初，神創造天地，地是空虛混沌，淵面黑暗。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。神說：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開了。神稱光為晝，稱暗為夜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這是頭一日。神說：諸水之間要有空氣，將水分為上下。神就造出空氣，將空氣以下的水、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。事就這樣成了。神稱空氣為天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2日。神說：天下的水要聚在一處，使旱地露出來。事就這樣成了。神稱旱地為地，稱水的聚處為海。神看着是好的。神說：地要發生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，並結果子的樹木，各從其類，果子都包在核。事就這樣成了。於是地發生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菜蔬，各從其類，並結果子的樹木，各從其類，果子都包着核。神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3日。神說：天上要有光體，可以分晝夜，作記號，定時令、日子、年歲，並要發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。事就這樣成了。於是神造了2個大光，大的管晝，小的管夜，又造眾星，就把這些光擺列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管理晝夜，分別明暗。神看着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4日。神說：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要有雀鳥飛在地面以上、天空之中。神就造出大魚和水中所滋生各樣有生命的動物，各從其類，又造出各樣飛鳥，各從其類。神看着是好的。神就賜福給這一切，說：滋生繁多，充滿海中的水，雀鳥也要多生在地上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5日。神說：地要生出活物來，各從其類，牲畜、昆蟲、野獸，各從其類。事就這樣成了。於是神造出野獸，各從其類，牲畜，各從其類，地上一切昆蟲，各從其類。神看着是好的。神說：我們要照着我們的形象，按着我們的樣式造人，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、空中的鳥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賜福給他們，又對他們說：要生養眾多，遍滿地面，治理這地，也要管理海裏的魚、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。神說：看哪，我將遍地上一切結種子的菜蔬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，全賜給你們作食物。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，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，我將青草賜給他們作食物。事就這樣成了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是第6日。喺呢1章展開咗成本聖經第一幅畫面。神喺混沌、黑暗、虛空之中開始創造。佢唔係喺已有嘅秩序裏面調整，而係從冇到有，從混亂到美好。呢度提醒我，神嘅工作常常將我哋生命嘅混亂
整理成有秩序嘅祝福。佢嘅創造係刻意、有節奏、有步驟，唔焦急、唔混亂。我哋嘅人生成日都會覺得好鬧交，但係神唔會俾混亂嚇到，佢仍然能夠講要有光，佢依然能夠喺我不知所措嘅地方開始佢嘅創造。喺呢章重複最多嘅句子係神說，佢嘅話語唔係抽象嘅理念，而係產生實際結果嘅力量。佢話有光就有光，佢話要分開就有分開，佢話要發生就發生。呢度讓我再次思考，我點樣看待神嘅話？我係咪相信佢嘅話能夠喺我生命入面做成佢所講嘅咁？定係我更加相信環境、感覺同埋人嘅聲音呢？神嘅話語帶嚟秩序、方向、生命同埋更新。若果我願意俾佢嘅說話掌權，我嘅生命或者都能夠開始照住佢所講嘅咁樣成長同埋轉化。嚟到呢一章嘅高潮，係神照住自己嘅形象做人。呢個唔係一個神學概念，而係身份嘅根基。我唔係意外，亦都唔係偶然，係神刻意嘅創造，按照佢嘅形象而做。咁係代表我原本就有價值，我原本就值得被愛，我原本就係為咗關係、使命同埋反映神嘅榮耀而活嘅。呢度讓我反思，我係咪可以活出呢一份尊貴？或者我成日用成就比較其他人嘅肯定嚟到決定自己嘅價值？喺創造嘅第6日，神對人說：看啊，甚好。呢個係神對人生命最初嘅肯定，而呢個肯定至今仍然係真實嘅。雖然休息嘅內容喺下一章，但係呢一章嘅創造順序已經為此鋪路。工作唔係生命嘅全部，神將休息放喺創造嘅節奏裏面。休息唔係軟弱，而係信服；休息唔係效率嘅敵人，而係生命嘅祝福。神唔需要休息嘅，但係佢為我哋示範一條健康嘅路。我都會問自己，喺忙碌同埋壓力嘅循環當中，我係咪願意用休息嚟信靠神呢？讓我哋都一齊嚟思考以下嘅問題。我生命當中有邊啲地方好似創造初期嘅混沌、空虛、黑暗，需要神講一句說話，令到我重新有光？我係咪真心相信神說會帶嚟改變？我係咪願意讓佢嘅話語成為生命嘅主導？我點樣活出按神形象被造嘅身份呢？而唔再係被比較、自我否定或者環境捆綁。